盗版光碟伫倒位？盗版光碟伫隔壁摄影棚来。伫隔壁摄影棚。来，你实在我作死哦！你明知是哦，我上届讨厌就是人盗版的，你看你啊！滚了，赶快回去啊！我一定要问他，看我都在理发厅。真正会跳舞的是国王达，对，公关男，好不好？以前就在舞厅的话，舞厅就是这样跳，叫做赤仔舞，跟着其他就自己随便跳，反正不看到别人，自己跳个爽觉。打弓箭打篮球，我们在杀弓箭是打篮球，打篮球啊！知道皇帝是什么？他们还会男女混合。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金项链变成一种风潮。伊这歌上家己。看一下，我这歌我这样笑羞诶，还是这歌2万多。这一歌这个都很，但这里就很拉长。哎，你有没有喝现在有很有名的叫做？现在我买那个美凤姐的咖啡，去买那个我都会向 7要一个空杯，然后倒了半杯以后就那个君哦，妈妈的半杯咖啡，才5杯，看的干喝子越来越多。3、2、终于啊，你有算过无？这是偌济盗版光碟，港光碟，因为现在演员就他人设，我讲已经有这 copy 光碟的方式啊，来给咱创，爆火不对？还对胡啦？跟凤姐2个人一组。等咱甲讲过了后，伊就讲哦，甲所有代志哦，拢我杀甲理啊，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我就想哎，我就想我一样的话讲到对，我跟你讲，Michael 就是这样子的，所有的苦劳都是别人去做，功劳一定要，公差一定要，这是人设啊。一定要不丢给公差。他不是人设问题，他是个性问题。不是人设问题，他是很会设。他已经连有摄影机在也没在怕了。以前还会，你知道故意讲一下，反正到时候播水也必要，没有差。现在黄文兴积极在做自己的频道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目前暂定名字叫做龙泉宝剑。为什么这个名字呢？我们看之前的 Skirt 就知道了。好。我叫小编改了，改玄铁重剑。好，那一只比较粗了。他欧了。刚笑到海豚一出来。还冲起不来。杨贵义玄铁重口水10 kg 拖着走，没办法。对，可是宣铁重剑就是你现在是要长针眼，好像是。对啊，我看你这样。不小心看到海滩那场戏之后就变成这样。看完之后的副作用。对啊，都是国中6了。那个冰块腹肌，而且还有点冰块腹肌啊，救了收视率，真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真的是，阿邦你都要对我屌，跟我对洪哥赶快，你知道吗？我对上。对。我们夫妻我刚想。你看那个。那袂夹，可是教我俩夹，可能不一样呢。2行热泪就必须下来，他们靠在那回。你明知是哦，我上届讨厌就是人盗版的，你来偏偏就去做这道，你看你啊！滚了，赶快回去啊！就我做，杨国义是我的孙啊，我希望你呢，手势演行来，给伊一摆自信的机会。这个是我做唔对代志，我甲你回信。你会知影，我拄迄句讲就有。我球哦，我到03我现在那边有那个小五都被忍不住，我看你那个拢球，就在酷，我本来想要5分钟，红搭配的球，痛来着。真冷啊！我是真冷啊！哦，你又在冷，我是真冷。刚刚是宏达哥自己自开 Turbo，就是他被
台词有戳中笑点，他就一个人一直在那里笑到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。我是一直注视着他，要听他们在讲台词，所以我这边就会封闭起来。他的功力比较强，我比较弱一点。我余光只看到 Michael 哥一直在，你就一直在那边抽动。哇，他真的笑得很夸张。我这有在前往这个路上看你的故事。